乙型肝炎、梅毒、愛滋病病毒呢3種疾病都有機會出現母嬰傳播。如果錯過咗診斷同埋適當嘅介入措施，可以困擾 BB 一世。香港不同機構已經提供懷孕前嘅檢查同埋產前檢查，包括檢驗乙型肝炎、梅毒、愛滋病病毒。即使確診咗任何一種情況，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現時嘅藥物治療非常有效。而因應唔同嘅疾病本身，亦有一系列嘅措施，除咗可以保障媽媽本身嘅健康，仲可以非常有效咁減低母嬰傳播，確保 BB 免受感染嘅影響。咩係乙型肝炎？乙型肝炎係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嘅肝臟疾病，最常見嘅感染途徑就係母嬰傳播。如果 BB 出世嘅時候受到感染，10個 BB 裏邊有9個因為唔能夠清除病毒咧，就會變成慢性嘅乙型肝炎啦。如果唔接受治療嘅話咧，10個慢性乙型肝炎嘅患者咧，有4個長遠咧係會出現肝硬化或者肝癌嘅。我點樣知自己有冇乙型肝炎？乙型肝炎係冇病徵嘅，係需要驗血先至可以診斷到。如果諗住要懷孕嘅婦女，佢嘅家人，譬如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或者佢嘅伴侶係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咧，你受感染嘅機會咧係會高過一般人嘅。如果驗咗佢之後，證明自己係冇乙型肝炎，你又知道自己係從來冇接受過疫苗接種咧，就建議你計劃懷孕嘅時候去接種翻疫苗嚟保護自己啦。我有乙肝感染，會唔會影響我嘅生育計劃？患有乙型肝炎嘅女士咧，可以放心，因為而家嘅醫學咧已經有非常之成熟、安全同埋有效嘅措施，令到乙肝嘅孕婦同其他嘅孕婦一樣，可以生到健康冇乙肝嘅 BB 嘅。乙型肝炎自己本身咧就唔會影響懷孕嘅安全，絕大部分嘅乙肝孕婦都可以如常平安度過整個懷孕嘅週期。而國際嘅指引亦都冇指明乙肝嘅孕婦需要額外考慮剖腹生產嘅。如果懷孕期間驗到有乙型肝炎感染，應該點做？只要喺產前同產後做足預防嘅功夫， BB 感染到乙型肝炎病毒嘅風險咧係可以減到非常之低嘅。乙型肝炎嘅病毒最高風險傳到俾 BB 嘅時候咧，就係喺分娩嘅過程中，新生嘅 BB 接觸到帶有病毒嘅血啦、胎水或者陰道分泌而受到感染嘅。如果發現病毒量高咧，醫生係會安排孕婦喺懷孕中至後期咧服用口服嘅抗病毒藥物替洛福韋，透過降低病毒量，減低乙型肝炎母嬰傳播嘅風險。抗病毒藥物替洛福韋係非常安全嘅藥物，副作用並唔常見嘅。過去20幾年喺孕婦中使用嘅經驗，都冇證據顯示會增加產科併發症或者 BB 先天性缺陷嘅風險。如果我有乙型肝炎 ，BB 出世之後點樣確保 BB 唔受感染？保護 BB 免受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最緊要係依時帶 BB 接種共3針嘅乙型肝炎疫苗。同所有其他本地出世嘅 BB 一樣，第一針嘅乙型肝炎疫苗通常喺醫院已經打咗，但 BB 仲需要喺1個月大同6個月大嗰陣接種第2同第3劑嘅乙型肝炎疫苗，先算完成接種程序。另外，有乙肝嘅媽媽所生嘅 BB 都會喺出世後24小時內接受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注射，可以提供短期同即時嘅額外保護。BB 大個之後，使唔使定期驗乙型肝炎？成長階段要注意啲咩？如果媽媽本身有乙型肝炎， BB 喺完成咗共3針嘅乙型肝炎疫苗接種之後，應該喺9至12個月大嗰陣接受血清測試，檢查 BB 對疫苗嘅免疫反應同有冇出現感染乙型肝炎嘅情況。如果發現 BB 打完3針乙型肝炎疫苗之後嘅抗體仍然唔足夠，可以安排接種第2次共3劑嘅乙型肝炎疫苗。絕大部分嘅 BB 都可以喺第2次疫苗接種後出現免疫反應。喺母乳餵哺方面，
乙型肝炎病毒係唔會透過母乳傳播，只要 BB 已經接種乙型肝炎疫苗同免疫球蛋白，就可以安心餵哺母乳，預防母嬰傳播由而家開始。